牛頭角淘大工業村迷你倉4級火，焚燒超過4日仍然未救熄，但火勢已經受控。消防整個下午繼續向最先起火嘅3樓射水，並派人入火場爆破迷你倉。消防話初步揾到起火地點係位於3樓中間位置，但要再確定。政府已成立由消防處領導嘅跨部門專案組，循4個方向調查，包括火警成因是否涉及刑事成分、2名消防員殉職及其他消防員受傷嘅成因、檢視工業樓宇嘅使用及營運模式及如何優化消防處嘅工作程序。警方秀茂坪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今次火警，聯絡咗超過400個迷你倉租戶，暫時未發現有可疑物品。警方又翻看過現場嘅閉路電視片段，初步冇發現有可疑人士縱火。都市新聞記者趙嘉欣報道。